完美主義。每位女士都想好似小公主咁樣俾男士寵愛，同另一半由認識、約會，甚至乎情到濃時，都希望難忘而甜蜜。今次就教大家點樣喺床事之前刺激各種感官，等大家有一個完美嘅晚上啊！為自己喺耳後、頸部、手腕噴上香水，當中咧就以花香類最受男士歡迎啦，俾人輕柔嘅感覺；而東方類咧就以丁香味為主，香味比較濃郁，極具挑逗。喺房間入邊點起香薰，為對方舒緩神經，放鬆下平日工作嘅壓力，全程投入同你相處嘅一分一秒。平時中意食甜品嘅你，可以食返塊朱古力，因為可可含有咖啡因，唔單止具有提神嘅作用，增加人體對性嘅敏感度，令到人心情覺得愉悅同埋放鬆。食完朱古力，記得將帶有甜味嘅嘴唇 kiss 下你嘅另一半，同佢一齊分享下呢一種咁 sweet 嘅感覺啊！換上最舒服嘅睡衣或者輕鬆嘅服飾，拋開上班服飾嘅束縛，可以舒緩心情㗎。準備一套甜蜜嘅愛情電影同對方一齊睇，最好就梗係大團圓結局嘅電影啦。睇完之後，當正自己係男女主角咁樣，真愛就喺眼前啊！沖一個暖水涼，有助促進你嘅血液循環，鬆弛身心，達至最 relax 嘅境界，更加有助改善水腫，達到修身嘅效果添。對佢送上一個大大嘅擁抱，同佢手拉手，坐喺屬於兩個人嘅小天地，肉體嘅接觸可以令到人產生性荷爾蒙，從而促進大家嘅關係。做齊以上咁多甜蜜嘅舉動，佢梗係會越嚟越錫你啦。